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23章。约西亚王派人调集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众长老。王上去上主的殿，犹大众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、祭司、先知，甲所有的人民，无论大小，嘛拢上去。王就将伫上主殿内发现的约书一切的话读互因听。王徛伫桥边，伫上主的面前立约，要全心全意顺坦上主，遵守伊的诫命、教示甲规例，实行即卷册所写立约的话。人民嘛拢决心要遵守即个约。王命令大祭司希勒家、副祭司甲圣殿的守卫，将为巴力、阿舍拉甲天顶的万象所造的器具，拢对上主的殿搬出去。伫耶路撒冷外面，吉伦溪谷的山坪放火烧，搁将火斧摒伫必得利。以前犹大列王所设立的祭司，就是伫犹大遐个城甲耶路撒冷四围的山头段烧香拜偶像，巴力烧香拜日月星神，以及天顶万象的祭司，约西亚王拢甲因废除。伊搁甲阿舍拉女神的雕像对上主的圣殿搬出去，到耶路撒冷外面的吉伦溪谷，伫遐放火烧，对做火斧，将遐火斧压伫人民的公墓，搁拆毁上主殿内南窗的厝，就是妇女为着阿舍拉编织物件的所在。约西亚对加巴到别是巴，将犹大逐个城的祭司调来耶路撒冷，破坏遐个祭司烧香的山头段。伊搁拆毁约书亚市长所起拜山羊鬼的庙，即个庙伫入城门的倒边。毋过山头段的祭司无伫耶路撒冷上主的坛服侍，只有会当甲其他的祭司食无甲饼。约西亚搁破坏伫希伦子山谷的多菲特庙，接引人伫遐烧因的查某囝献互摩洛。伊搁将犹大列王献互日头遐个马刷走，烧毁献互日头的战车。这个马本来系伫上主圣殿的门边，瓦军太监拿但米勒的厝。犹大列王伫亚哈斯王宫厝顶所起的祭坛，甲马拉西伫上主圣殿两个埕所起的祭坛，约西亚拢甲因毁坏讲喙，将遐个柚仔摒伫吉伦溪谷。以前以色列王所罗门伫耶路撒冷的东边，伫菲别山的南边，为着服侍西顿人可汗的阿斯塔略、摩押人可汗的基抹、阿门人可汗的摩洛所起的山头坛，约西亚王拢甲因破坏。伊搁毁坏石条做阿舍拉的雕像，用死人的骨头甲遐个所在涂满。约西亚毁坏必得利的祭坛，就是尼八的囝耶罗波安所起，互以色列犯罪的山头坛，
甲这段甲山头段讲甲碎碎，搁烧阿舍拉跳上。伊越头看到山巖遐个梦，就派人去摕梦内的骨头，踮单顶烧拍拉山这段。拄拄应验以前耶路伯安伫做旗徛伫单边的时，上帝动用的人所宣告上主的话。约西亚搁越头看到宣告这个话，迄个上帝重用的人的梦。约西亚问：我看到的是甚物人的梦牌？迄个城的人对伊讲：这是上帝重用的人的梦。伊对犹太来有言王拄着攻击必得利的弹的代志。伊讲：莫甲震动，毋通刷伊的骨头，因就无去动伊的骨头，嘛无动着对撒玛利亚来迄个先知的骨头。以前以色列的列王伫撒玛利亚逐个城去山头段叫上主受气。现在约西亚亲像伊伫必得利所做，将遐个拢毁坏。搁伫单顶杀死所有山头段的祭司，伫单顶烧人的骨头，后来伊倒去耶路撒冷。王命令全国人民讲：着照即个约书的记载，守盘过节，服侍上主恁的上帝。对士师治理以色列，到以色列甲犹大列王统治的时，因还毋捌亲像安尼守盘过节。只有到约西亚王第18年，才伫耶路撒冷向上主守即个盘过节。犹大地甲耶路撒冷所有看望的，甲东基倒头、偶像甲家族神像，以及一切可恶的物，约西亚拢甲因除掉，照大祭司迄家伫上主的殿所发现的律法书所记载的话去做。伫约西亚以前，无王亲像伊全心全意、全力归向上主，遵行摩西所有的律法。伫伊以后，嘛无有一个王亲像伊。毋过，因为玛西所做有激上主受气，上主无停止伊对犹大所发猛烈的大受气。上主讲：我要将犹大对我的面前赶走，亲像我捌赶走以色列。我要去杀我所建即个城耶路撒冷，甲即间圣殿，就是我捌记伊讲，我的名应该伫遐受敬奉的所在。约西亚其他的事迹，甲伊的所做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约西亚在位的时，埃及王法老年哥上幼发拉底河，帮赞亚述王。约西亚王出去迎战，埃及王伫米吉多甲约西亚交战，伫遐甲约西亚杀死。伊的人神并且在伊的尸体对米吉多送倒去耶路撒冷，将伊安葬伫伊家己的墓。犹大的人民用油抹约西亚的囝约哈斯，设立伊做王，煞接伊的老爸。约哈斯继位的时23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个日久。伊的老母叫做哈姆他，是利那人耶利米的查某囝。约哈斯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照伊的祖先的所做去做。法老年哥将伊关伫哈马地的利比拉，
不准伊伫耶路撒冷做王。各罚犹大国金34公斤，银3400公斤。埃及王尼哥设立约西亚的囝以利亚敬续接伊的老爸约西亚做王，甲伊改名做约雅敬，搁甲约哈斯掠去埃及，伊就死伫遐。约雅敬照埃及王的命令，将金甲银交互伊。约雅敬对全国人民照因的财力征收金银，交互埃及王尼哥。约雅敬继位的时2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1年。伊的老母叫做西布代，是罗马人比大雅的查某囝。约雅敬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照伊的祖先的所做去做。